君，郡君，方才情况紧急，燃眉之急，请恕在下失礼了。好，既然你提了，那我便好好问问你。在下定如实回答。你明明有手。 为何不用手捂住我的嘴？在下一手拿着弓，另一只手被君君抓着，再无第三只手了。好，那倒地便是。为何抱着我不放？彼时二皇子逼近，若非如此，君君定会暴露。那抱就抱，抱那么紧干什么？我说到底，我看你就是觉得我好看，想占我便宜。这大业第一君子也不过如此，干的竟是趁人之危之事。 满口直呼者也，却是无耻下流之辈。为何君君满脑子皆是无理非分的想法？分明是情急之下的无奈之举，怎从君君口中说出，竟成了粗鄙流氓之行？难不成君君是想你我行踪暴露，引来杀身之祸吗？哎，我说不过你，那你只需告诉我方才之事如何解决。忘了吧。忘了。此等不堪入目之事。 若不是想入非非，自然转身就忘了。天色不早了，君君请跟上若梦，以免二皇子去而复返。那你先走。哼，说得轻巧，忘记？你能忘记？二表哥。 都有得罪，先干为敬了。陈安博，你干嘛？你这壶酒你若是喝下去，恐误了大事。伯爷何时和郡君这么熟了，还替他挡酒？ 臣听闻班郡君酒性不好，切勿因为一壶酒坏了陛下今日的宴会。这是我好表妹诚心请罪的酒，陈安婆你怎么能抢去喝了呢？蒋洛，喝了就喝了，又有何妨？多儿听话，别惹你父皇不开心。是啊。谢二殿下赐酒。 这人怎么醉成这样？一点都靠不住。大哥，二表哥，这弓就……二表哥，这金弓真好看，我也想看看。白花，你给我放手！你给我看看怎么了？你两个都别抢了，都给我吧！看看吧。你快松手！你看，给我松手！哎呀，父皇在那看着呢，你松手啊！别抢了！陈安波，你干嘛拦着我？这……哎，看这样子，蒋洛应该有后手。放心。 有容梦在，没事的。说，谁派你来的？二弟，如果这金弓二弟当真喜欢，我可以向父皇讨来赠送于你的。蒋洛，没听到朕的话吗？父皇，儿臣渐远